教育释文第79集，这个水什么意思？咱来问 AI，咱直接来 Google 输入水什么意思？看 Google 安怎回答。咱切个 AI 模式。水是低尾鸟的总称，这是国语词典的讲法。佮画图互咱看。说文解字就安尼讲啊，所以国语词典是照说文解字讲的。这是咱安尼查，伊就大约安尼讲嘛吼。咱过来问一个问题：低尾鸟的讲法，一定是对的吗？文献一定是对的吗？看 AI 继续的回答，无绝对正确，这是说文解字的一家之言。咱详细来看一下吼，伊就是画图嘛，画出来的无共款的画法啦，并无严格的尾长还是尾底来看。所以咱第一界查出现一个文献，才有其他的文献啊。所以讲文献一定是对的。这种节目大家就爱小思考一下。用字的矛盾啦，台湾地质啊，是毋是足长的尾？伊嘛是水字边啊。叫小鹤虽然大只，但是伊的尾其实短啊，但是鸟字边啊。所以文献说文解字安尼讲，也有其他的文献，人嘛有其他的讲法啦。咱要表达的就是，毋是查到的安尼就是唯一的答案。这是互大家参考的一个概念啦。文献一定是对的吗？就以 Google 来讲，若阁详细查，有其他的文献啊，无共的结论啊，安尼谁对呢？如何判断是需要学习的？这嘛是文献金文，水的金文收录有124字，算真济。你看早期这几字有成地尾鸟无？无吧？有一个特色，你有注意到无？拢有画出勇健的鸟仔骹，这是甲骨先生的观察提醒。后来水却变成无骹的水，毋是地尾的鸟。讲是勇脚鸟有较适合无？对甲骨先生学字有使人触欲无？有脚真后条的鸟，触欲将水的字、条、鸟这两字分别是周条、双条的讲鸟。有文献无？有啊，文字本身有写啊，条就有周字边啊。周条的图腾直接写伫字内，鸟车字边就是商人的祖，天命玄鸟共离成双，玄鸟就是即只鸟。鸟的叫声啾啾啾，啾的读音安尼来，啾也有目的意思。闽南语讲的目睭睭是毋是着安尼写？有文献教你安尼写的目睭睭。一定是对的无？是文献啊，你要参考无？因规世人毋改，你有依法无？鸟是鱼鹰食鱼为主，叫声鸟、懒鸟安尼写，因为字边就有阳句啊。换来讲即字笋，笋是一种猛禽，猛禽有一个真重要的动作，吸的一直代表快速降下的迎咬，一环代表动作，合起来意思就是用迎咬掠动物。准为何安尼写？因为用笋掠动物一定爱准，而且爱紧密的扣合。笋
目讲的笋头就是爱扣合，着借用用笋的意思，并毋是无意义的声符哦。用肉做的扣合，就是两片尻川皮的鼻骨，也会使写将顺性的另一个川，绝对毋是教育部文献写的川流不息的尻川哦。伫远古时代，用了也是真重要的工具，会使对的水是名词，买水会使写即个水，古水是鸟家的偏偏。推台湾人习惯讲杀，其实两字的分量有寡无共。推是掠家之力，杀是三只手在摇海树木，较大力的推才是杀。即个进嘛将追，有人捌看过只蛙倒退路无？无，所以讲前进。只蛙会飞悬，所以说文解字讲顶野。只蛙只会使飞悬，袂使降落叶，无啦。顶高只是取其中的主要意象啦。若是用跳的进，就爱用骹脚。进入虽然安尼写，但是进的本意并无入的意思。有困难无？安怎来捌字呢？捌字有简单无？即个难嘛有随字平，字形的意思是一只鸡被困伫鹿孤麻的中央，要行进就真困难咯。咱毋若在学台语，干那为字形在学汉语俚语。即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